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嚟到許 Sir 有話說嘅時間。今次咧，阿許 Sir 同大家咧講下關於 PISA 一個國際嘅學業嘅測試，香港嘅短板咧，究竟對學校嘅教育有咩啟示咧？咁事緣咧，其實 PISA 呢個喺香港咧已經做咗好耐噶啦，亦都嚟講咧，呢個測試嚟講咧，亦都喺2022年嘅研究結果咧，就已經喺2023年咧12月咧已經公佈啦，一講咧都2年前嘅事㗎啦都咁2年前公佈咗就係呢個2022年啦，即係3年前嘅結果啦。3年前嘅個結果，咁今次嘅 PISA 咧淨係做15歲啫，大概如果用香港嚟講就 Form Two 咁嘅中學生呢個成績啦。咁喺81個國家同埋經濟體系咧，留意呢81個國家咧就唔包括我哋中國大陸，因為當其時2022咧疫情咧係冇呢個即係中國大陸係冇參與嘅。咁我哋香港嘅成績咧即係2022年呢個 PISA 嚟講咧，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咧就係數學成績咧就係穩居第四，都係第四啫。咁科學咧第九就升咗就去到第七。咁最弊咧就閱讀就真係緊要啦，一跌得好緊要，由第四位下降至11位。咁當其時咧，我都唔知點解啦中大嗰個新聞局居然都會講話全球嘅評估咧脫穎而出啦，咁都真係好難講脫穎而出。不過新聞局就咁寫啦。咁當其時咧負責嘅中大嘅教授咧就係侯傑大教授嘅咁或者我哋都睇一睇當其時我哋睇到個成績2022年比較因為其他地方國家又點或者香港逐年嘅比較點啦，咁我哋都攞翻啲舊文我哋睇一睇啦好啦，我哋睇一睇咧第一企晒前邊咧2022年咧全部都係新加坡咧就以即係全部最高啦數學、科學同埋閱讀都係。咁另一個同我哋隔離個埠咧，中國澳門咧，即係澳門咧都3樣嘢咧都係俾我哋排先嘅。咁而中華台北都係啦咁即係真係啊！縱使我哋可以講咧，我哋成日都話呢啲咩 PISA 好多呢啲咁嘅國際測試比較咧，其實都係我哋東亞區幾個國家睇下邊個最叻嘅啫，係嘛？就今次嚟講咧，可以咁講咧，香港真係可以咁講咧，係稍為落後。當然你話，喂，我哋咧由第9排到第7嘅科學，咁但係咧我哋嘅閱讀能力咧由第4咧跌到落去11咧。真係係一個警鐘嚟嘅。咁或者另一個即係睇法就係、究竟我哋香港歷來排第幾咧咁大家睇下一張就知㗎啦。香港歷來排第幾咧可以咁講咧，數學嚟講我哋曾經排過第一㗎1、2、3都排過，而家排到第4咧都係算差㗎啦。而我哋嘅科學嚟講咧，不嬲都唔係話特別好啫，不過都2、3都排過㗎。咁而家咧排翻第7咧，講真句都未去翻以前嗰種光景㗎。咁當然啦，中學嘅影響咩情況咧？咁有中學嘅呢啲了解嘅朋友咧，就應該清楚啦。閱讀仲陰功，曾經咧我哋都推行過好多閱讀計劃咧，而喺2012、15嗰年咧，去到全球第2嘅。而家咧雖然我哋解説就係因為我哋當其時咧係有個疫情咧，COVID-19嗰陣時咧，就令到我哋嘅閱讀機會少咗啦。咁其實講真句咧，大圍住全世界都遇到同樣情況啫。我哋咧真係由4咧跌到10名之外咧，呢個真係一個警鐘嚟嘅。好啦，呢個咧就講翻2年前啦，2023年嗰陣時公佈2022年 PISA 嘅情況。咁點解而家要攞翻嚟講咧？事緣咧係啱啱咧5月30號咧就呢一個就即係中文大學就個教育學院咧就慶祝60週年啦。咁有一個校長論壇，校長論壇咧其中一位講嘢咧就係侯傑大教授，就住呢個 PISA 2022年嘅成績咧就講香港教育強項何在就弱項何解啦。咁當然強項頭先都講咗啦，呢啲數學或者上堂嘅秩序啦都係強項嘅。咁我哋都係針對翻弱項嚟講咧。咁弱項有邊幾樣發覺原來咧有3個結構性嘅即係隱憂哇真係緊要結構性。第一，我哋科學雖然嚟講咧都叫做排第7、第9啦咁講啦。咁但係其中一個好大件事咧話咧，就係我哋高水平嘅科學能力嘅學生咧係少㗎，只係得9%啫。
即係因為咧佢最高等級咧係攞到第5級同埋第6級嘅，咁嗰啲先要高嘅。咁呢故此我哋得9%，即係唔夠一成。誰不知新加坡咧，當然新加坡排第一㗎啦嚇，佔成超過2成啊！就算講澳門啊，都有大概15%啊，咁證明我哋咧香港嘅精英學生嘅培養咧係成績不彰啊，即係唔係好夠啦。第二，創造力短板啦。2022年咧第一次咧喺 PISA 加咗創意思維落去，香港真係對唔住啦排全球廿二位即係廿二位。仲低過 OECD 平均啊，真係好少我哋會低過㗎嚇。咁呢個就低過，大幅度梗係大幅度咧就係落後咗咩啊？比新加坡啦同埋加拿大嘅。咁呢個咧亦都可以咁講咧，同我哋本地過於聚焦考試導向嘅教學模式咧係息息相關啦。因為即係一啲所謂標準考試模式及話明標準，梗係創意力方面嘅練習梗係會低㗎啦，係咪？跟住第三個亦都係個好，即係我哋值得要留意嘅隱憂咧，就係校際嘅差異咧係懸殊嘅，因為我哋分到中學嚟講咧，又有啲收到 Band 1嘅學生，有啲收到 Band 3學生，即係每間學校收嘅 banding 都唔同嘅。咁當然嚟講個即係嗰個差異咧就好大啦。每間學校之間嘅差異因為梗係大過 OECD 啊，呢個就大家都明白嘅，呢個就亦都解釋到嘅。但係另一個問題係，原來校內差異既然已經即係分類咗啦，一批叻嘅或者弱嘅學生喺你間學校啦，但校內嘅差異同樣顯著喎。咁呢個所謂雙重嘅分化嚟講咧，就暴露咗我哋資源分配嚟教學支援嘅不均衡，加劇我哋嘅教育不公平啦。無論喺學校與學校之間，或者學校裏邊學生之間咧，呢個教育不公平咧就顯著嘅。咁當然呢個直接係我哋嘅教育上嘅一啲憂慮啦。好啦，呢個憂慮嚟講，我哋逐樣樣拆解啦，好唔好？其中第一個拆解咧，我講啦，科學創新。咁當然啦，科學創新就真係各有各睇啦。阿許 Sir 嘅講法嚟講咧，以呢啲科學高階能力、創造力嚟講咧，同我哋相對於我哋香港而家閱讀能力嘅下降咧，真係嚟講，我覺得閱讀能力下降更加重要。因為語言溝通嚟講咧，都係香港應有嘅強項嚟嘅。因為香港係國際化城市，係咪即係佢話咪靠把口揾食咧，多過真係用 IT 即係所謂嗰啲 technology 你去揾食嘅。咁故此嚟講咧，我都好即係想睇翻咧，就係我哋都係仲係要加強翻兩文三語，同埋未來嚟講呢個 AI 啦，智能學習嘅裝備喺呢方面嚟講咧，侯教授當年咁講，佢話：嘿，原來技術化基本矛盾係咩咧？AI 最大阻力就係老師。老師嚟講咧，佢寧願要改簿用時間嚟改簿，用呢啲即係呢個抵觸，就係佢評估嘅方法落後，係咪都唔寧願多啲時間用啲數據去了解下唔同學生嘅差異，而因材再補救或者施教啦，係咪咁呢個嚟講咧，就真係老師呢方面咧，嗰個對新技術嘅抵觸咧，係一個我哋要面對嘅事，亦都另一個問題啦。我哋學生對於個用翻舊嘅佢講電腦啦，而家去到即係 AI 啦，佢同個 AI 嘅對話，而家就係全部多好多用語言對話啦，用廣東話講晒咁但係廣東話講晒咧，始終嚟講對好多而家譬如即係喺即係西方社會用嘅用普通話嚟講咧，都係即係未必用得咁順暢嘅。咁故此學生嘅實用技術能力咧係不足嘅。咁侯教授提出過就係喺2023年嚟講咧，唔夠40%中學生係熟練咩咧？拼音輸入法。其實拼音輸入法咧，香港係比較少用嘅只有40%嚟講都其實你問我都叫相對多。咁但係拼音輸入法有乜漢語拼音輸入法有乜好咧？就因為佢順便可以令到佢嘅漢語拼音做得好，漢語拼音做得好，即係佢普通話都達到一個水平啊嘛。咁故此嚟講咧，一個漢語拼音輸入法咧，就係可以咁講一開始咧就相得益彰嘅兩樣嘢。無論佢嘅輸入法啦，同電腦同未來嘅 AI 嘅溝通嚟講咧，有一個直接快捷溝通咧。咁所以嚟講，故此許 Sir 嚟講咧，就一定要革新個輸入法嘅教育，一定從小就要教咩漢語輸入嘅即係漢語拼音輸入法咁
咁嚟講掃除呢個所謂數位嘅應用障礙。另外，我哋更加要培養多啲創意啦。既然而家我哋有 AI 啦，AI 加語言嚟講，我哋唔好淨係要學生用佢最流利嘅廣東話講，我哋要三語嘅表達輔助佢一啲創意寫作，令佢三語咧可以好多本土敘事多結局嘅故事線令到有不同好多創意嘅思維咧喺呢度咧可以多啲培養。咁當然咧，去翻就係侯教授啦，啲老師要接受到啲學生會用 AI 去做呢方面嘅學習，咁先得㗎，係咪？好啦，呢個就係講翻於第一個問題啦，就係科學同埋創新嘅問題啦。第二咧就係嗰批好叻嘅學生。叻學生出嚟講咧，阿侯教授用個叫做幸福感嘅迷思，因為覺得哇，我做得唔錯考到入本港嘅大學甚至有啲神科都考到啦。其實呢啲嚟講咧，佢就覺得即係呢啲就係佢好大嘅滿足啦，已經但係個問題咧，如果呢種滿足都係達唔到的話咧，佢成個會崩潰嘅，或者少少挫敗佢都崩潰嘅，係咪？咁呢個就係我哋學生個韌性即係不足係咪？對自己即係人生嘅經歷個堅韌毅力不足係咪？咁呢種嚟講咧，侯教授就會講啦，應該擺脫咧表面化嘅幸福感指標，喺學校 OK 啦，我贏到啦，係咪？我喺間名校啦，我喺一間名校都係中上添。其實中上嚟講，如果佢出咗去大局嚟講咧，喺競爭性嚟講，好多時都未必可以都係優勝嘅，都會遇到挫敗嘅。咁點啊？咁侯教授當日咧就提出一個好極端嘅假設咧，就話帶佢去加沙走一走，係咪？生命係幾脆弱係咪？喺呢度嚟講係嘛？點樣生存法咧？咁其實咧都係希望學生咧可以，譬如佢透過社會服務啦，一啲逆境嘅體驗啦，譬如去機場做社區調研啦，增加佢對人生個韌性咁，亦都變咗佢有堅毅嘅信心咧去令到自己咧更加可以去經歷喺學習一啲比較高難度嘅一啲學問咧，係更有呢個信心同埋準備。咁許 Sir 亦都會提議呢樣嘢，呢批高能嘅學生咧要擴闊眼界，學習啲偉人。譬如偉人嚟講，許 Sir 許 Sir 話説都講過啦，孫中山先生同埋宋慶齡女士都喺香港經歷過，孫中山先生就香港成長添。呢啲咁嘅歷史宗族咧，俾佢哋了解到我哋香港咧，確係有呢個土壤嚟講，令到佢成為一個偉人，而亦都有個眼界，不止係一個喺我哋香港，喺我哋嘅國家，甚至全世界。而一啲危機嘅決策，因為嚟講確實香港都經歷好多唔同嘅危機，金融危機又好甚至嚟講好多時唔同嘅一啲政治嘅方面嚟講，由個歷史觀嚟講咧，俾佢了解到原來我哋人生係可以經歷好多更加難做嘅嘢，我哋都係可以即係捱得過同埋嚟講可以咧堅持落去咧，而獲得最後成功嘅。咁變咗喺度咁樣可以磨練佢，跟住嚟講就要擴闊佢嘅視野，睇到全球嘅橫軸用咩用實地嘅挑戰。譬如而家嚟講咧，有啲學校國際學校都係㗎，好多時而家會去一啲比較貧困嘅地區國家咧去做服務，俾佢了解。等於好似侯教授話齋啦，真係去加沙走一轉咁樣啦，代替好簡單嘅一啲所謂紙面嘅學習咁當然啦，而家香港一路加落去咧，就好多一帶一路中間嘅所謂超級聯繫人。咁我哋學生呢方面咧，都有好多機會可以去到一帶一路其中一啲比較上可以咁講經濟比較落後或者民生比較困苦嘅地方，都了解下。咁變咗嚟講咧，佢個幸福感嘅迷思就香港呢一類嗰啲小確幸嚟講咧，希望佢可以有一個大局觀。咁而喺個深度學習方面咧，係希望真係可以講，既然佢已經好叻啦。去到中五、中六，係咪淨係一啲所謂機械性嘅操練為咗去摘星咧？反之嚟講，我哋係咪應該有啲更加高階嘅目標，轉化成一啲所謂研究性嘅學習模組咧？譬如舉個例，分析颱風數據預測災害嘅風險。當然呢啲係一啲大學級數嘅研究，但係經歷呢樣嘢，我哋揾資料或者透過人工智能嚟講，都可以俾佢理解到原來嚟講係可以再進一步，唔係只係限於 DSE
嗰啲卷入邊嘅操練嘅。咁呢方面咧，都係對於一啲高能力學生能夠擺脫佢個小確幸心態咧，而有一個大局發展觀嘅。好啦，對於嗰個即係學校方面嘅所謂即係雙重差異咧，咁我侯教授咧講咧就要破解個技術應用嘅悖論啦。就即係換言之咧，我哋多啲技術嘅應用，多啲 AI。因為嚟講咧，點解咧？因為我哋老師嘅角色咧，就要係今日教我哋學生明日所需嘅能力，係咪？推動我哋教師咧成為一個知識講授者，轉型嘅咩啊？係學習嘅設計者，減少呢個機械式嘅批改啊。咁啊，呢個嚟講啦侯教授講香港嘅老師最大敵人就改簿，因為真係咁講，改簿嚟講咧，係我哋香港老師嚟講咧，係全世界即係擺改簿時間，相對於全世界其他老師咧，係比例最高嘅嗰個地區之一嚟嘅。要點啦？多啲做啲口頭嘅反饋啦，專案嘅一啲指導啦，呢啲更加高學與教價值嘅啲工作。另外嚟講咧，亦都對於唔同學校嘅資源分配咧，我哋基本上當然嚟講有啲弱勢學校咧，我哋香港政府都有啲另外補貼㗎。譬如一啲所謂即係新來港嘅學童或者有啲係即係少數族裔嗰啲都有，但係嚟講坦白講係唔足夠嘅。相應嚟講咁個啲嚟講咧，喺模擬應該唔同，譬如小班教學啦，或者用 AI 嘅導師導習嗰陣時咧。學校之間嘅差異咧嘅影響其實有晒數據嘅，係應該有唔同嘅資源投放令到可以咁樣弱勢嘅學生咧係亦都可以追得上咧，去完成佢喺中學跟住有未來一個好啲嘅人生規劃。咁另外咧，對校內嚟講咧，應該多啲咧係利用咧學習嘅分析平台咧，對各科嚟講咧，譬如舉例有啲已經落後嘅群體，有雙標準差嘅落後咧，其實真係好落後得好緊要㗎，係咪？呢啲可以設計到有好多推送一啲學生去一啲分層嘅練習資源中，令到佢可以補足翻而唔係長期落後OK，咁呢個嚟講咧，侯教授亦都係覺得應該利用一啲以數據嚟為本咧，去令到我哋嘅學校嘅教學水平提升，亦都令到我哋香港教育咧係更加公平嘅。好啦，咁講翻我同侯教授咧，其實嚟講咧，我同侯教授咧就係三次同學噶。第一次咧就呢度有睇啦我哋同樣都係中文大學嘅崇基學院嘅畢業生，同埋嗰屆嘅。咁跟住咧，我同侯教授咧同埋喺港大讀教文憑嘅。跟住讀完教文憑唔夠一陣咧，我哋兩位咧亦都同時咧翻嚟中文大學教學院咧係讀碩士嘅。呢三重咧即係正如係即係我哋即係喺教育界嘅同行者，亦都係多年老友咁故此喺今次呢個總結嚟講咧，我哋都希望咧借呢個 PISA 嚟講，睇到我哋短板係咪？俾到一啲啟示嚟講，希望我哋嘅教育領導人咧，能夠真係以數據智慧咧，去能夠調配到啲資源照顧我哋嗰啲相差異，係咪？另外，我哋嘅老師嚟講，唔好再做改簿機器啦，轉型為啟迪器。咁當然嚟講，呢方面咧，我哋好多 AI 或者一啲其他嘅協助即係評估學生嘅工具咧，我哋都要做多啲去支持我哋嘅老師。另外咧，我哋學生真係就真實嘅挑戰咧，係鍛鍊咗佢嘅韌性咁我哋香港咧都能夠成為能夠從一個考試卓越嘅農村，真係可以對變為呢一個面對未來嘅教育嘅創新之城。呢方面都係我哋嘅祝願嚟㗎。咁今次分享咧就到此為止，就多謝各位啦。